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新增加12例境外病例，13例本土病例，有9例甲社会有关系，3例是万华阿公店的烧毁事件。泸州宜兰甲诺富特饭店的病例基因定序完全同款，算是找到感染源，所以目前国内维持2级警戒。代替透早又搁发生火车败马，造成台北到松山单线通车，将近2万的旅客受到影响。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12例境外病例，13例本土病例，有9例是甲社会有关系，3例是万华阿公店的烧毁事件，一个感染源爱搁查。指挥中心嘛公布，万华阿公店烧毁7个人，最近嘛捌去过家人鹿港、嘉义布袋等所在活动，佮有甚物上新的状况？来听下晡指挥中心上届新的说明。那新增13例的本土的案例，那9例与案1203相关，那3例与万华茶艺馆群聚相关，那1例，本土感染源待厘清，基本上这个也是跟万华的区域里面，是在里面就是在里面进出的关系，宜兰的游艺场的群聚，跟1102相关，目前并没有。新的这阳性的个案，它多了一个在全联在宜兰的蓝丰门市。罗东游艺场的这个相关的首例1202案，那这2案呢是在这个定序结果已经出来是跟华航诺富特事件最主要的这个病毒株也就是造成诺富特里面员工都相同的这个病毒株。华航也有几位机师是感染同样的英国变异株那他们跟这个罗东的这个1202案以及这个泸州的1203案彼此之间的序列都是相同的那所以这个序列相同是可以显示说很可能是有同样的一个传染链目前咱国内已经进入社区感染再加上今仔日已经增加30来个本土病例。早起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伫立法院表示，泸州宜兰甲诺富特饭店的病例基因定序完全同款。另外，迄个泸州的案例伊捌去过万华的地点嘛，嘛甲后来挖到病人有接触，感染源已经真清楚，所以目前咱国内是维持2级的警戒。国内连续2天爆出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其中包括2件群组感染发生伫咧宜兰罗东、甲新北的泸州，也有较近的个案发生伫咧台北艋舺甲家人，互各界是真烦恼。早起，卫福部长陈时中伫咧立法院证实，泸州、宜兰甲罗富特饭店的病例基因定序拢完全同款，可能有找到源头的现象啊。泸州跟万华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基因，那就等于是说简单的讲，就是它的传染源是同一组的吗？这个9个里面最大的这一群的基因定序，又跟宜兰还有这个泸州，他们的定序是完全相同。泸州的这个感染的人，他有到过万华区，没有错。那也跟后来确诊的人是有接触的。陈时中强调讲，目前疫情虽然是真严重，不过慢慢有找出线索，亲像泸州较近的个案，甲艋舺的个案，确定有人甲人的连结，应该是人甲人之间的传染。因为安尼病毒可能是同一关传开的，估计是规关的传播链。只是病毒是安怎传的，安怎造成人甲人之间的接触，也搁要确认。不过嘛，因为找到线索，目前升级到疫情警戒第3级的可能性有较降低。也让外界呼吁，都要赶紧做普遍的体检，才会当随阻挡病毒。但是，董事认为讲，无目的性的普遍体检，会互阻挡病毒的力头变弱。我们离第3级的这个警戒线又稍微远了这个就让人比较安心一点。但是还是又出现这个普筛的一个要求，您的看法？你越需要普筛的部分，那就是越需要扩大筛检的地方。那这2重的压力，我不认为在这时候来做这个事情是适当的。不要因为做了其他事情，让我们的这种扩大筛检的速度变慢，然后就停不下来，那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中强调讲，阻挡疫情就亲像甲病毒咧走表同款，疫调、体检拢要快速来进行。愈早甲伫咧接触期、传染期的个案拢隔离起来，就会当避免疫情搁传开。因为安尼正是有扩大体检的需求，不过绝对不是无目的、无特定时机的普遍体检。记者综合报道。
网咖地点为着被查某人一直发病，之前初7有去中华2间公庙进香，中华县卫生局嘛考39个人爱居家隔离，环境大消毒。目前金针花大开的花坛好山严，因为无法度落实防疫，县政府嘛要求爱先关起来。另外一个为着病家人的查某人，嘛捌带团去南投的指南宫拜拜哦。虽然目前指挥中心还未证实，也毋过南投县政府嘛已经派人去消毒了。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伫庙的内外斟酌咧消毒，传出确诊的121个案，也就是伫个网咖地点工作的负责人，发病进前初7迄天，伊有坐游览车去中华进香，其中一站是鹿港的德安宫，庙方唔敢带，全面咧消毒。真侪无看，因足是无看，啊，应该是有超2/3以上有看。也那丰原的普天宫，嘛是指挥中心公布的地点之一。透早工作人员嘛咧消毒，特别是这个负责人伊捌用餐过的餐厅，也那防疫机制就搁较严。庙口爱量体温，喙om都爱挂好势，才会当入庙参拜。伫这哦，妈祖殿的啊，这搁再去4楼的庙殿的那去参拜拜啊，参拜了后，因就拢给来伫个遮。那我们今天会再持续的再要求他们再清消一次，目前都没有相关的症状。指挥中心公布121负责人惊大的卡热了后，中华县政府做疫调，对丰原普天宫甲列24个人，鹿港德安宫嘛有列15个人，爱做采检甲居家隔离。因为伫母亲节前后，请真侪民众来欣赏金针花的好山岩，嘛因为无法度来落实防疫，互中华县政府要求都爱关起来。因为伫个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嘛伫个13全面消毒。我们不管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还在查证当中。但是我们愿意做超前部署，所以这今天就一大早就来把指南宫周遭包括住户附近都做完消毒。工作人员对庙内外斟酌消毒，就连边仔商店街嘛做伙咧消毒。因为网络传出讲，按1217的家人负责人，伊捌甲进香团到南投指南宫参拜，伊的卡热无经过指挥中心的证实。不过南投县政府嘛讲，宁可加事前做一寡超测。指南宫嘛呼吁讲，喙om一定爱挂好势，上好是双手参拜就好，用原标准来配合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为着病查某人，高雄市政府嘛证实讲，伊伫5月初1捌去高雄进香，嘛住伫香客大楼。虽然嘛传出讲，伊嘛去台南的鹿里门圣母庙，甲一间观光工厂，但是环保局嘛去消毒，也毋过指挥中心阁还未证实。地方的民众是真惊吓。台南市长黄伟哲是强调讲，会尽量甲中央资讯同步，互民众安心。监视器的画面上，台南市环保局伫12号下晡6点外，向向出现伫庙前广场来消毒，嘛无讲是毋是有确诊者的分野，庙方是拢毋知影。问题就出伫这张图，伫网络上疯传，伫嘉南的确诊个案，分野是遍布新北、南投、台南、高雄，尤其搁到了当时，当日闹热的正统鹿里门圣母庙，庙方是赶紧自行一调，连信众拢不免不冤。对啦，伊敲来问完就对对啦吼。伊比讲较受气呢，你若咧喷酒精啊，咧喷消迄个口罩好完，那开讲去底下安怎做完啦？我无啦，咱无就无要紧，咱家己保护家己，啊保护别人，这咱应该要做的代志啦。台南市的防疫中心也好啦，中央的防疫中心也好，确定这种行为你也无去用个明了，也无要说明，啊，互大家安尼紧张这个行为，我嘛。也不应该呢。网络上疯传的图片嘛，映射到台南一间观光工厂，台南市环保局嘛来消毒，但是业者嘛表示无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虽然无得到正确的证实，业者嘛只会使归去新暂停营业，关门自行消毒。卫生局的消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收到正式指挥中心的通知，但是为了要让民众安心，我们也是极力的配合，所以我们今天做全馆的休馆。大消毒这个部分，我们会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再进一步的协商，是不是消息的保密程度，这个以及讯息的发布，中央地方同步的程度，一定要再拉近一点，以免造成时间差，造成一些谣言或者是一些不当的讯息在网络世界里面流通。但市长伟特是强调，未来会加强联系，和资讯同步，避免外界来猜疑。民众强烈关注疫情，公部门的速度恐惊嘛会对着网络时代，记者郑混蛋报道。对于诺富特群组感染的事件开始，国内病院的扩大采检，才发到验出社会前会长案例。
国内感染科医师嘛认为讲，台湾已经建立社区传染的第3波的传播，面对无镜头的感染者，会造成防疫的空隙，所以嘛呼吁民众家己防疫得爱认真。 本土疫情升温，国际病院唔敢放松，出现发烧、落痧、呼吸道镜头的病人，一律伫户外体检站来采检。成功病院指出，为乐福德军自案以来，成功病院加强采检对象，才检出按1203前社会会长确诊。一月间体检站的检验量也大大增加，敢若12单一天就采检50人。但是从诺富特群聚事件的4月27号到前2天为止，我们一天可以验到20位到30位的这个通报个案，所以才会验出这次的案1203的这位泸州的前会长，在我们星光医院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扩大采检跟通报，才会被发现出来。所以昨天我们的采检的量，那我今天看的数字大概有超过50位的通报采检的数量。12雄雄新增加16例本土个案，其中泸州宜兰群聚的这个病毒定数，加华航乐福德这个案同款。国内有医师认为讲，台湾已经进入社区传染第3波传播链。社区感染到第3波以后呢，基本上就收不回来了。第3波一定还没有到高点了，这个高点弄要再传3、4个循环以后，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往高点走了，所以这时候是非常提高警觉。黄立明指出，这届本土疫情也未到最高峰，让人烦恼的是无镜头的感染者，唔知影家己感染的情况下，持续伫社区传播，变作是稳型传播链。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严守防疫生活，挂喙安，过来洗手，莫去人济所在，爱靠住疫苗建立一个群体免疫力。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国内疫情也悬，真侪民众拢想要去注疫苗。国内工会佮自费疫苗2礼拜来预约名额拢满咯。目前台湾疫苗数量嘛无介济，但市长长伫立法院是表示讲，各县市会使家己去买疫苗。也毋过哦，县市首长有无共款的看法？台北市长郭文德就怨叹讲，指挥中心上万讲咯，另外执政的县市是认为，交予国家统一来采买较好。 听工作人员解说课场的动线和防疫措施，高雄市长陈其迈13透早就去3民高中，确认各中会课的防疫状况。因为疫情退烧，各种活动的防疫规格拢提升，民众注疫苗的意愿也增加。不过，所有疫苗无够的问题，指挥中心12表示，各县市会使家己买疫苗。我们也会跟中央合作，就这个疫苗的这个采购，希望。 那由中央政府出面，能够直接的跟一些厂商来进行洽购。高雄卫生局进一步解说，大家即马拢咧抢疫苗，加上买疫苗的过程真复杂，县市政府真学家己去买疫苗。多数的县市听到会使家己买疫苗的消息，也拢搁咧丢毒。大家集中在一起，管道也比较清楚。但如果有个别的人或个别的城市，它有独特的管道可以取得疫苗，只要这疫苗是经过认证、是合格的疫苗，我们乐观其成嘛。 那至于台南市买不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有管道人可以把这管道告诉我们，我们也乐于去买。目前疫苗的剩余量大概还有13000多剂，那目前疫苗的数量是足够的。台中市政府暂无计划自行采购疫苗。 台北市长郭文德是有热烈不满，认为指挥中心若要开放各县市去买疫苗，应该较早公布。即马才讲，等于是甲买疫苗的责任撒予地方政府。地方买疫苗，凡是会当解决疫苗无够的问题。不过县市政府若无通路通买，恐惊也是无效。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出现烧坏事件，县政府宣布6月7、8进前暂停开放全县10来个风景特定区，县内的8大行业嘛要暂停营业。 有家长专工带囡仔来遮佚佗，伊认为限制户外景点无合理。如果人数不要多，然后孩子可以戴口罩，可以来这里走一走之后可以洗手，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在户外的方面是可以不需要这么的严格。县府的人员打公告，提醒游客打开温泉公园为即马开始暂停开放。由于疫情持续影响。 为了您的健康，宜兰是观光的好所在，平日到休困日，拢会约入来坐坐游客。为着避免人丁群聚，包括汤围沟、清水地热，这真有名的观光景点，拢暂停营业。另外，宜兰县府发现8大行业真恶落实防疫措施，所以下令宜兰县13种拢总184间的8大行业暂停营业到6月7、8。8大行业
这个没有办法实名制，所以呢，从现在开始8大行业呢，就是暂停营业，从现在开始，风纪局全面的这个禁止。宜兰某一间国校逼出2年的查甫学生确诊，顶一日还阁参加上千人的校庆活动。卫生局讲，目前疫调是以这个班级为主。学校原底决定停课2天，官府考虑师生的健康、甲校园环境的安全，延长全学校停课14天。银河有异常相关的，我们匡列了49人。那么整栋大楼的专案匡列了66人，包括是扩大整个的筛检范围，以及扩大整个的这个侦测范围。这个居家隔离人数随时会变动。宜兰县目前考虑156个人居家隔离当中。针对卫福部长陈时中讲，泸州、宜兰、甲罗富德饭店等等的群聚感染，才本土案件，因的病毒基因数咧是同款的，可能会有关联。官府表示，会持续甲中央来合作，找出相关的线索。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政府宣布讲，8大行业要暂停营业。桃园市长郑文灿嘛认为，8大行业有群聚感染的风险哦。桃园市敢要停业，下晡会开会来讨论。另外，针对指挥中心开放，地方政府会使家己去买疫苗。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讲，中央会买3000万剂，地方政府家己去买，难度会较悬。中央统一采购3000万剂，那基本上这是充足的。那至于说地方没有禁止这个地方政府买疫苗，其实地方去买疫苗的难度比中央来得高。桃园市有国小学生嘛胃着病，学生的爸爸是新北市西会成员，这间国校的家长嘛已经接到停课的通知，5月28进前拢用网络来上课，5月31才会当倒去学校上课。这间学校早起已经先消毒，伫校门口嘛有真侪来接囡仔提早下课的家长，嘛要求讲甲胃着病囡仔共班的学生爱马上采检，才会使倒去处理居家隔离。再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宣布讲，明仔载早起10点开始全市大消毒，环保局业者各民众全民总动员。侯友宜昨是讲哦，应该封城的时就封城，外界是质疑讲伊的制作惊吓。侯友宜今仔是回应讲，是咧做上歹的拍算。本土疫情升温，新北市严格看待。虽然指挥官陈时中13表示无必要升到第3级的警戒，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14早起10点开始进行24点钟全市的大消毒，公共甲私人的场所拢包含在内，爱全民总动员。我们要24小时总动员大喷销，包括商家、包括公务机关，以及我们所有民众好朋友家里经常触摸的地方，请用酒精、漂白水，大家一起来消毒。侯友宜透早原来到中和视察公庙消毒，一个防疫措施。进前伊画出该封城就封城，互人质疑造成紧张。伊强调是最好上歹的拍算。新北市去年捌应用过，希望中央地方做伙合作。目前新北市防疫物资是无问题，呼吁唔免抢买。也毋过有路边摊也是反映讲，今日封城会无法度生活。当然担心啊，那没饭吃了啊，那怎么封呢？封了怎么办？要封了啊，但是安全问题没有办法就封啊。没有，来进入市场请实名制登记。新北市严格执行入去市场爱量体温，也甲实名制。另外12宣布8大行业暂停营业。侯友宜表示，今日13会对488间业者进行复查，严格来面对着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性的公投8月28要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今仔是指出，会密切来注意疫情的发展哦。另外，针对基进党的立委单撇位的罢免案，刚会甲公投案做伙来举行，中选会是讲也未做最后的决定。8月28个要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按算会有4项公投案进行。投开票所也有工作人员目前当咧准备要开始作业，但是本土疫情有进步，公投敢是会受到影响。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指出，会密切注意状况发展，敢是爱停止特定活动，完全遵照指挥中心的决定。如果这个疫情严重到比如说有一些禁止百姓这个公民的行动自由啦，或者是有所谓的封城啦，那对于我们选务的影响我们也都会进行评估。
李进勇当时透露，中选会原定5月29举行投开票登事件联，因疫情已经改做以电脑动画的模式来做。另外，基进党立委陈柏惟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联署查对作业，敢是当甲公投案做伙举行，必须外界关心。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嘛对此安排议程，陈柏惟嘛亲身到场来关心。就没有办法凝聚支持者的，凝聚支持者的。不会啦，我没有想过这些，没有特别想过，没有特别去想说啊，我要怎么样去反制这个东西。大家投票给我，不是为了让我应付罢免的。对啊，我们会对得起自己的职责跟薪水到最后一天。各种可能的状况都在我们的评估当中。那最后的决定呢，是必须要提到委员会去做决定。根据选罢法规定，投票必须伫公告成立的20天到60天内底办理。但是李进勇指出，公投并无伫选罢法的规定内底。陈柏惟罢免案若是成立，佮会依照防疫程序来办理。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拄啊台电发布紧急的信息，通知讲新甲电厂因为事故全厂停机，目前电力的供电可能无啥够，会对3点开始分区轮流停电。包括新北市、桃园、基隆、苗栗，各有台中等所在哦，拢传出有停电的信号哦，所以观众朋友都爱特别注意。咱过来看一位姓詹的查甫人，甲伊的朋友伫今仔透早4点外，伫台北市艋舺路林咧开讲哦，说互4个无熟悉人摕刀仔抬，这个姓詹的查甫人红拄几啊刀哦，伊讲伊并无甲人有纠纷，警方目前嘛已经掌握相关的嫌疑人，嘛会抓人。一个查甫人半暝伫街路起卡床，相当紧张。下一秒，陆续出现几落的黑衣人，举刀仔伫后壁热，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警方赶到现场，嫌犯已经逃走啊。被害人身上有真侪位刀伤，倒骹加正头的肩胛，互人抬4刀，也是立刻送医治疗。伤者是一位姓曾的男子，他的背部跟右肩膀等处有受到刀伤，意识都很清楚。我们立即协助送医。冲突发生伫13透早4点外，互人抬着伤姓詹的查甫人行出台北市艋舺区的便利商店，甲伊的朋友伫桂林甲空田路口开讲，雄去互一阵生分的查甫人砸落来，无缘无故要甲拍，惊甲伊赶紧起卡床。事后毋但伊去互抬着伤，甲伊做伙的朋友也去互番茄粉扑击。范旋追逐到康定路258号对面，持刀砍伤曾男后驾车逃逸。警方表示，这个姓詹的查甫人讲，甲嫌犯无熟识，也无任何纠纷，即摆已经决定提出告诉。只是嫌犯犯案了后，立刻驶车逃走，目前也未找到人。警方是讲，已经有掌握到4个相关的嫌疑人，积极伫查缉。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也悬，决定重要民俗六帮马过路，本地5月22要举办，也毋过经过开会，即马是决定讲要来比较旧年以过路无要了境的方式来进行，所有人员全程爱挂喙罨，嘛爱心名者，嘛来管制人潮。六帮马过路，逐年拢会吸引上万的信徒随乡。毋过旧年因为疫情，过路的仪式简化，敢若有新春仪架，无要紧。今年3月份决议要恢复举办，原本伫咧5月22要举办要紧过路，毋过即马疫情紧张，12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要照旧年的过路共款，无要要紧。策略就是用仪架方式，咱就是甲宣导有临时安单，但是无了整，有临时安单无了整，各种防疫措施拢一定爱做，咱实名制。甲咱这个喷酒精，甲咱这个量体温。32载来，阮的砖头，我伫阮的砖头这个所在的公庙落尾，直接行起临时单呢。中华民国六帮马会表示，今年由土库股过路到五经处股，虽然连续2年取消要紧，真侪信徒是真失望。毋过因应防疫的需求，改做仪架无要要紧嘛是不得已。呼吁民众伫过路迄天毋通到红单群聚。针对咱大型的宗教活动的部分请咱管区政府到咱乡镇公所去辅导咱辖区内的寺庙或者是宗教团体来暂停或延期办理所以很主席这个内政部伊有转达中央的一个规定好啊。
婚姻官府表示，即马防疫升级，而且表示暂时卖办绕境甲平安宴。因那中华民国六帮马会表示，5月22当天会要求参与过路的工作人员配合实名制甲管制人群的措施，也得爱专程挂喙罨，才会当保护家己甲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防疫升级，真侪观光客正爱去的台东县，今仔开始要针对车头各风景区331个所在来大消毒。未来一礼拜会消毒1届到2届。台东县的饭店业者嘛表示讲，这2天都有超过2成的退房率。消毒人员到台东火车头，针对游客主要进入台东的出入口，每一个所在做消毒。台东县为13开始宣布旅游防疫升级，针对县内331个热门旅游景点消毒，并会提悬到1礼拜消毒1到2摆。透过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整个环境这个病毒的感染的程度下降。火车头的清洁人员将椅啊、七架真清气也消毒，并论提悬，防止病毒透过旅游管道传到台东。车站整个的清洁消毒从2个小时提升到每1个半小时1次。受国内本土病例增加影响，即马台东县各饭店陆续传出退房，至少2成退房率。业者表示会保留旅客订房，若确实要退，饭店也会退定金。我们从昨天开始就陆续有接到部分的那个旅客要做退订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会先请他们做一个严订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回去也要赶快要在家里面进修了。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甲游客爱落实挂喙罨，即马开始会严格处理，若无挂喙罨罪罚。记者综合报道。华南有一个对美国返来台湾的查某人，因为伊坐飞机的过程无专程挂喙罨，佮讲袂听，所以罚款3000块。伊嘛无去拿这张罚单，最近是互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直接对伊的银行扣查扣钱。法务部执行署接到卫福部通知，花莲一个姓黄的女子，去年8月为纽约坐飞机返台湾，伫飞机顶不止无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也无挂喙罨，因为劝袂听，最后被以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不过黄小姐一直无去交钱。本分署受理之后呢，立即迅速扣押其名下的存款账户，那成功为国家追回应缴罚款。那本件是首宗花东地区因为未佩戴口罩遭裁罚移送执行的案件。黄小姐不服提出申诉，表明家己无清楚台湾法令，不过卫福部认定伊明显是故意的，也是将这案件伫4月份发予执行署处分，民众大部分表示支持。我觉得合理啦，不可能一下子被裁罚吧，应该有给他申诉的机会吧？是不是他没有去缴？我觉得3000块真的不是很多钱，但我希望可以造成很好的一个提醒。疫情升关了后，花莲火车头这公共场所也先看到部分旅客无挂喙罨，防疫人员是一直劝说，若无配合才会被处理，若无交钱，法务部执行署应依法为银行扣钱。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由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成的大流行预防甲应用独立小组，这个小组一昨表示讲，世界各国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上过慢，造成已经传出去，想要控制嘛已经袂赴了。专家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该爱改革，秘书长应该爱限制，只会当做一任，望讲会使来减少政治的影响。全球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30万人，嘛严重影响到经济。世界卫生组织甲各国政府伫对抗疫情的表现，都亲像有毒的鸡尾酒同款。这是根据去年伫世界卫生大会宣布成立的大流行规范甲应对独立小组报告讲到的。报告指出，这话去年1月30宣布疫情正做国际公卫紧急事件，不过已经拖伤久。了后，过1个月，大部分的国家嘛无随采取主动的行动。Whilst the virus was spreading, information was being hoarded, and decisions were delayed. This is an ongoing disaster that we believe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即马美国甲欧洲当伫开始解除防疫的限制，部分恢复到疫情进前的生活。病毒即马要伫亚洲部分地区的滚价，尤其是印度，也有附近的尼泊尔。The world was not prepared for this one. It must be prepared and ready for the next. This pandemic 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ism, global leadership,
and whole of society and government approaches. 报告指出，世卫权力无够，治理结构复杂，而且效率无悬，无法度应付目前的危机。建议爱改善世卫现有的治理结构。也那独立小组嘛呼吁好业的国家领导人会当答应替世界其他的地区来提供疫苗。另外，建议世卫秘书长的任期由目前的5年一任，会当连任一届，改做一任7年，袂当连任，来降低政治对全球公卫决策的影响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中国甲罗西亚想要透过关疫苗来取得其他国家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甲罗西亚外交部长见面了时表示讲，现阶段上重要的是增加疫苗的产量，公平来分配。之前传出讲，咱国友邦洪都拉斯要透过萨尔瓦多来斗相共买中国的疫苗。最近伊嘛伫两国边界在讨论买疫苗的代志。全球疫情严重，欧美这富足国家做新冠疫苗真普遍，甚至阁考虑假出来疫苗。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12日甲俄国外长会面了后表示，现阶段真需要将新冠疫苗产量加倍，而且阁较公平分配。And we believe that the Sputnik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being able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And I believe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as several agreements in perspective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regard. 中俄两国已经签订合约，中国会协助制造2.6亿剂的俄国斯普尼克疫苗。这疫苗已经伫全球60外国得到批准使用。中俄希望联手制造甲强型疫苗，来对抗高下较西方国家疫苗的影响力。俄国总统普廷进前也过一摆为俄国疫苗安全性亲嘴看保证。Надежные и как автомат Калашников, да. Это не мы сказали, это сказал один из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он,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ав. Просты и надежны, как автомат Калашникова. 另外，台湾伫拉丁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是宣布要透过萨尔瓦多为中国捐予萨国的北京科兴疫苗。洪都拉斯总统叶兰德兹是表示，若是有需要，政府会伫中国设商务办事处。几个反对党的市长亲身到两国边界参详买疫苗的代志。Bueno, muy esperanzados, muy ilusionados realmente por esta puerta de cooperación que nos está abriendo el gobierno salvadoreño y su presidente Nayib Bukele. Agradecido realmente, traemos un saludo de agradecimiento, un sentimiento de gratitud del pueblo de Honduras hacia un pueblo hermano. 医护人员为民众注中国的国药疫苗。南亚的斯里兰卡面临第3波疫情，加上邻国印度疫情严重，疫苗供应受限，所以赶紧要找出更较多新冠疫苗。在结束该载月，土耳其为1月中以来已经注2500万剂的疫苗，当中就有辉瑞甲中国的科兴疫苗。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古巴家己研发的预防车临床试验的结果并无公布，也毋过因拍算要大规模来帮民众做预防车，要来博看卖哦，望讲会使赶紧来控制疫情。真侪民众来到汉瓦那这间注射中心，因做的是古巴家己研发的新冠病毒候选疫苗阿布达拉。这款疫苗目前也无得到政府授权，正在完成国内48000个受试者的第3期临床实验，甚至相关结果拢还未公布。Es muy importante porque me siento, aunque no esté todavía con la firmeza de que no me voy a enfermar. Me van a inmunizar para que el sistema inmunológico se levante y podernos seguir viviendo. 阿布达拉疫苗的研发单位所用的是干部实验法，伫5月前2礼拜到6月，又有将近40个来自汉瓦那市行政区志愿注射者会注3剂，另外市行政区有38.2万的志愿者会伫5月后2礼拜到7月来注疫苗。伫5月到6月之间，伫干部研究当中无注的47.4万医护人员甲学生也会注疫苗。若证明疫苗有效，古巴应为受疫情重创拉丁美洲改善情形。En el 2021 de inmunizar a toda nuestra población. Seremos de los primeros países, pero seremos posiblemente el primer país de vacunar a toda su población con una vacuna propia.
古巴生物制药业原本按算下个月2种候选疫苗阿布达拉加主权2号会得到紧急授权，不过政府希望先在上有风险的族群当中做干部试验。哈瓦那是古巴疫情上严重地区之一。古巴国营生物制药业在研发制造甲出口汇清方面有珍贵历史。在这摆干部实验进程，研发人员根据进行临床实验的数据，表示大规模做阿布达拉的好处比风险较大。目前拉丁美洲国家当中，玻利维亚、阿根廷甲墨西哥拢已表示对古巴的候选疫苗有兴趣。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铁又搁发生火车败马，今仔透早一台各种的火车，伫个拖登去树林吊车场的过程败马2架，造成台北到松山只会使单线通车。今仔早起上班的时间有真侪班火车拢5点，嘛有将近2万名的旅客受到影响。列车告示牌顶悬已经有班次啊，延误超过100分。透早台铁因为火送列车排练，台北上山中间敢来当单线运行，因为拄好是通勤的尖峰，拢总49列次，1万9000外旅客受到影响。大概快40-50分钟了，而且它还是已经延误了之后，开到一半到万华之后，然后再停2次车在中间这样。花莲要照顾我哥哥，我要回去看家人。对。那你现在怎么办？他说要调我等啊。这团旅客是公司旅游要去花莲，等候点外钟才上车，后续行程全部延误。台铁表示，事故是因为9283次 EMU 600型列车，伫12开车的时阵，车卡有无正常的声响，司机员通报了后，就驶去切线，准备收班了后送树林吊车场。无预告透明用车链上拖架方式运送，也搁2遍排练。透早5点38分，第2阶排练卡伫台北上山中间，阻碍到当正线。临经台北松山间，它的驼架有出轨。那事故的发生当下，台铁局就立刻成立1级应变中心来因应。那事故的原因也由运安会着手在调查中。事发第一时间，台北上山中间单线双向运转，加派人力疏导旅客改坐大众运输工具。经过抢修，早起10点47分恢复双线通车。对后列车延误超过45分，旅客会当伫1年内到各车站来办理专业退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股市昨三大指数拢落哦，因为通货膨胀的数字，外界是真烦恼，讲利息会起。科技类股是落了上惨，台积电的 ADR 落超过4%。今仔台湾的股市嘛受到影响哦，一早就落500点，盘中是落破15500点，平盘震动是收伫15670点哦，最后是落232点。美国三大指数12全面行低，标普500指数写2月以来上大单日落的幅度，道琼工业指数也大落681点，创下1个月以来上大落的幅度。上新的通货膨胀数据也加深升息忧虑，互科技股是惨歪歪。台积电美国准头平静 ，ADR 落的幅度超过4%，受美国受乌影响，台股13一开盘就落500点。一度落破15500点大关，投资人往哪看往哪海头，后加在指数慢慢优回。瞬间蒸发很多钱。有啊，可是也没有关系啊，反正你放在银行也没有利息啊，等它慢慢起来。蒸发出去了，但是总是有跌有涨嘛，慢慢来嘛。台股12受疫情影响，大盘指数大落，盘中重盘1417.86点，13日开盘开价震动，在各个一片惨歪歪当中，翠暗甲疫苗这些升级类股表现是真赞。所以我们估计就是说，这一次指数跌下来，这1-2天至少在15000点到15500点这个地方会有一定的一个支撑。那我们就看这个支撑呢能不能守住如果能够守住的话，后面这个股市的部分应该就会做出反弹。分析师表示，这几天台股短时间大落，甲去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拄爆发的时阵真同款，拢要创下单日上大落的幅度，提醒投资人唔免伤过惊吓。台股支持力度也搁伫咧，是不是应守住15500点是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防疫咱国内的艺文活动必须取消也是延期，民众嘛使退票，也毋过对艺文团体来讲损失是真严重。文化部长李永德就指出，算起来差不多要损失6亿。文化部嘛伫5月14来公布补偿的方案。
全部的人挂喙暗，甲座位的距离距好大。立法院委员会做好防疫措施，国内疫情压悬，指挥中心宣布，疫情的警戒救援到第2级，或者这个文活动是发动点。文化部长李永德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的时阵，嘛去问到相关的议题。还有很多相关的表演团体都在讲说，完了。到6月8号这段时间呢，对，所有的表演这1个月嘛，未来1个月，未来1个月，包括有卖票的、没有卖票的，投入的成本，光是票房部分的票房部分大概5亿多。那你有些没有售票，但是有投入成本的，大概有将近1亿了。你们的补助基准大概是说50%嘛，对不对？原则啦，这个但是细节各方面哈。文化部初步估计，表演团体、流行音乐、甲国产电影这3大类型销售的影响要到6亿，因为促销演出对民众来讲会当申请退换票，不过对演出的团队来讲，无论是采取梅花座、停办也是延期，拢已经投入侪时间甲人力的成本，还有门票拢是损失。表演活动也好啊，哈，那相关的业务也好，像他们受创非常严重。那请教一下部长，所谓的适度补偿是怎么样的补偿？像表演团队大部分都是取消啊。那么流行音乐呢，大部分是延期啊。那么国片的部分呢，是控制人流啊，继续演啊。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状况呢，我们会订定不同的一些这补偿的一些标准。李永德强调讲，会当理解表演团体所受到的冲击，嘛希望各团队会当体谅防疫是最高指导原则。文化部一定会做补偿，相关的方案按算14会公布，上紧17就会当申请。不过这是属于文化部的专案措施，一若纾困3.0是行政院的政策，文化部会全力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疫情目前是第2级，国内有真侪大学嘛，拢已经宣布讲100人以上的课程要改做线上来上课，这里校园嘛爱是名字。台北大学原本是决定讲5个人以上就爱改做网络来上课，早起嘛个改做讲爱100人以上才有需要。阳明交通大学嘛是个维持讲全校拢要改用网络来上课。疫情的关系哈，所以你们乖乖的就在家里上课。杨慧现在在你的学校吗？对，我现在在华语中心。好。带着电脑甲6位华语教学系博士学生讲汉语的语法，嘛会当随时来讲问题。对于洪家辉来讲，阮句教学是真简单。假设比如说我礼拜1上午就是这个时间要上课，我就开放这个时间让学生看完影片，然后做完他的测验，然后同时我还开了那个小组讨论的时间。学生毕业了后，要去国外或者是伫咧线顶教华语，因为学系的特性，洪家辉伫咧研究所甲大学部部分课程早就是远距教学。伫咧台师大，因为去年、今年2个确诊，全校上少2个礼拜全面远距的经验。学校讲，若是疫情升到第3级，嘛会当应用。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弹性的时间，让老师能够赶快可以熟悉软体，然后让学生也可以熟悉这样子的模式。各大学陆续甲100人以上的课程改做远距，但是台北大学烦恼，疫情若是临时升级，无法度准备。昨暗时决定17开始到6月初8，5人以上的课程改远距。就是说，虽然大家已经做过练期了哈，1年，那不过又过1年了，至少大概3到4成的内容是会翻新的啦。我现在宣布，明天下礼拜开始全部远距，那我现在内容要重录我哪来得及啊？因为疫情也无到第3级，台北大学透早是表示调转去100人以上课程远距的规范。另外，头一个宣布全校全面远距的阳明交大表示，决定也未调整，但是部分实体操作的课程是分班分流，人是无限制，交由老师家己安排。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因为疫情压悬，环保署是表示，若是业者要来改用免洗餐具，会使来向地方的环保局提出申请。台中市之前因为限水的措施，伫4月份就已經向環保署来申請咯，嘛已經會使開放業者使用免洗餐具。國內疫情來到社區感染，指揮中心要求餐飲甲小食業者要落實實聯制。環保署表示，若地方主管機關為着要確保飲食衛生，甲防止疫情傳開，會當同意學區內的4大場所，包含公部門、學校、百貨公司、大賣場，這些所在會當在一定的時間內提供免洗餐具。當如果碰到這個缺水或者是疫情的關係，如果有特殊的需求的話，那業者可以跟當地的環保局來申請，同意的時間會90天。
环保署表示，伫个袂当抵抗的情况下，会当来提出申请。台中市伫个4月就因为限水，同意市内4大场所使用，已经有报请环保署来比查。那总计有457家，在这一段期间，它都可以使用一次性的免洗餐具，但那个塑胶类的免洗餐具，它还是不得使用。台北市环保局表示，伫个去年疫情较安陡的时阵，有考虑到新冠病毒伊烧话是较袂经过这个餐具，所以就无开放使用免洗餐具。不过这边因为疫情较累到，会来做检讨。我们当时并没有全面开放，也是只准说部分的业者，他因为特殊的状况，这个部分如果疫情指挥中心有决议的话，我们会尽快来执行。根据环保署统计，去年因为疫情，同意管制的对象暂时提供免洗餐具，已经有来报备的县市有15个。本岛除了台北市苗栗县，目前已经有备查的县市，有欠水的台中市、甲彰化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环保团体今仔开记者会，指控台南东山服务区边的国有地，互人拼一寡有重金属的粪扫哦。嘛讲因真侪当前就开始检举，也毋过一直拢无处理。款是质疑讲重金属早就污染到地下水源咯。有立委嘛要求环保署等单位应该赶紧处理。很明显啦，处理厂拿过来丢的啦，那现在就要看处理厂是谁嘛。台南社区大学的研究人员去台南东山服务区边的国有地做采证，一日就发现为太空包内底漏出来的事业废弃物，要求爱追查乌白蛋废弃物的人。因甲当地里长，也有几个环保团体，早起去立法院做伙举行记者会，质疑乌白蛋垃圾的这物件是重金属的废弃物，早就已经污染到地下水。废弃物不当丢弃，如果没有去检测，它是属于有害的话，那就是一般事业废弃物。一般事业废弃物的罚则顶多6万嘛。那开庭的时候，竟然跟3位被告这不法业者，我们竟然是同庭开庭。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的话，遭受到不法业者挟怨报复的话，那对我个人、对我的家庭来讲，确实是一个威胁。虽然这个案件在去年8月份，互检方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来起诉，不过里长表示根本无保护亚康者。立委嘛质疑讲，起诉书内底无看到检测的数据，无法度知影废弃物敢对环境有败害。我们一直有跟署里面确认，假设土壤跟废弃物加在一起的话，是视为废弃物。如果要改变，可能就势必要去修法。立委要求环保署等的单位爱赶紧清除废弃物，嘛要求爱检测地下水，确认敢有受到污染，嘛呼吁法务部要重新启动调查，确认废弃物的危害甲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婚里面死有一栋石头厝是地方真有特色的建筑，厝主的本身一直爱奔萨克斯风，伊嘛请老师来石头厝开课，招乡亲做回来学。因佮专工去买一批中古的萨克斯风，互想要学的人唔免惊讲爱佮开钱买乐器。金光闪闪的萨克斯风，分出美妙好听的乐音。伊是婚林四湖石头厝的厝主纪连东。因为本身对管乐真有兴趣，不过伫咧婚林的沿海地区，像这款的音乐课程是真少，所以因就规去请老师来到石头厝开课，也顺便互在地乡亲会当做伙来学萨克斯风。它比较好入门，我较早是管乐，它很疗愈，伊甲其他的乐器又不大一样。伊的感情融入很容易表达。1对1家教居多，那费用也较高。但是我们在这边所开的都是萨克斯风的初阶团课，那有兴趣的朋友也比较好，可以直接学习。为着要互乡亲通来学一个趣味，佮唔免顾虑到经济负担，纪连东的查某囝纪旭琪，佮专工去买一批二手的萨克斯风，互人会当租来练习佮上课。大家学了真有成就感，也佮到社区来举办小型的发表会。它一支的单价非常的高，所以我有在网络上刚好看到一批2手的萨克斯风，提供给我们上课的学员可以做租借使用。这样子大家比较有一开始的学习意愿跟动力。除了萨克斯风以外，石头厝正嘛会开一寡煮料理、煮咖啡、做手工艺课程。未来也按算阁要开技大的课。纪连东爸仔囝希望石头厝会当成做地方的文艺据点，加添沿海地区的学习资源，也通互乡亲做伙来遮交流、联络感情。记者综合报道。
欠水影响农作物哦，台南农改场最近就帮种植水的农民用一种真特殊的灌溉方式，会使压水，嘛会使压肥哦。那解决欠水的问题，肥料嘛会当合成。这黑色的水管，就是省水灌溉系统，也是竹笋山区欠水时省水的秘密武器。用这种微喷灌的灌溉方式，大约会当省80%的水，50%的肥料，实际上用过的农民感受上深。这个省水的喷头来讲吼，其实伊40%都有够啊，40%的水。肥料嘛，听讲降价才有20%安尼，啊伊的效果吼，就等于讲吼，伊的效果就算真好啊安尼。最主要是管路，啊管路甲以后吼，甚至甲讲伫这个湿度水肥甲湿度时，目前吼，的机械拢有监控。台南区农业改良场针对竹笋山区欠水的问题，用省水灌溉设备，省水搁成功。农委会台南农改场人员张伟斌表示，微喷灌是利用园区内底原本就有的 PVC 水管，第一层连接喷管，将第一层围起来，甲一般的引灌方式比起来，搁较有效率。那这个主要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 PE 管做的支管，好，然后将这个水路哈，就是延伸到我们每一个竹丛的旁边，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微喷管呢，直接围绕着竹丛一圈，好，然后去进行这个节水的灌溉。笋农张国珍讲，这种灌溉方式，唔但是省水、省肥料嘛，省人工，成本会当下降，种出来笋仔品质够稳定，嘛，互欠水对农民农作物造成的影响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老车头，按算明年正月份，特别刷登去中山路的正对面哦。即马老车头等去做抽管的工程，大概8月份哦，就使开始扫位咯。工作人员徛悬悬，将棒仔摕落来换贴铁啊，要甲2500吨的老车站称悬，因是靠下底这47支的接机。逐工甲老车站称悬30公分，目前拢总称悬287公分，比一个人搁较悬。目标是爱称悬将近4公尺。4V 这悬度讲实在，对阮人员来讲哦，伊就算有一个风险嘛。啊，个作业上嘛算真困难。你看所有的人就是爱爬梯，啊无就用高空作业车咧施工。啊，所有的支撑啊，阮嘛是拢爱举梯啊，这梯啊拢真重啊。现场人员对3月中就开始豆豆替老车站抽悬，抽悬的过程爱真细腻。对头先一工12公分，到即马一工30公分，毋拿接机甲人工做伙称好悬，嘛利用电脑确定每一个所在称起来悬度爱平均。若是讲不平均哦，对伊的结果会产生一寡损害。所以吼，阮先伫伊基础的部分，阮先做一个30公分的补强，互规个站体吼，伊的下骹的基础搁较勇吼。啊，这样阮咧补强了吼，阮才用千斤顶慢慢地抬升起来。老车站称悬3公尺，搁94公分了后，8月开始爱先往北边刷4.8米，然后搁对西边刷将近58米。去着叫按算，明年1月，老车站就会搬到中山路正对面。这栋地冠式建筑会成做高雄车站的大门。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伫台北，民众要买布会去大稻埕永乐市场，也毋过伫三重埔必发街哦，嘛有一个卖布的市场，各种的布料嘛正十全。最近新北市立图书馆都有办活动，带大家认识地方的历史，咱做伙来看卖。伫大台北地区，若讲到要买布，一般人拢会想到大稻埕的永乐市场，但其实伫三重埔必发街布市啊，有真侪布料通选择。就是种类比较多，然后那个也比较有特色一点，就是它各形各色的，然后各国的都有，对，有进口的，有台湾的，种类较多，然后选择性的多，然后它的价格上嘛，看适合一般的家庭主妇。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东区分馆举办的走读活动，为碧华布街出发，透过解说实际拜访店家，让民众了解地方的历史发展。其实这边历史应该蛮丰富的，就像刚才老师有导览我们那个
倒菜迷。然后其实我爸妈是台南移民来三重的，就是台南人也是一天到晚都在吃倒菜迷、倒枪筋这种东西。布街细刷后一个地点来到三重埔的义天宫。义天宫是三重泸州居民的信仰中心之一。这间宫庙上特别的所在，就是有真侪猫仔。义天宫伊的特色就是伊有收留迄个流浪的猫仔，有互伊一个封号叫做猫庙。咱要互咱大家有一个读册的感觉，就是用行的咱去散步，用散步的方式来了解咱地方的特色。为着推广阅读的多元性，新北市阅读节用展览、市集、走读等等的活动，和民众感受册本甲生活关系。今年的走读活动规划30场的路线，包括自然生态、人文风情、甲地方小店等等。希望和民众用双脚进捌这片土地，深入了解各地头的历史人文。记者杨淑静、谢桂林，新北市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马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